長期關注國際金價嘅投資者，佢哋近期可以發現一個重要嘅消息，就係中國央行連續19個月增持黃金，亦都係打破咗上一次中國央行連續18個月增持黃金嘅紀錄。咁截至目前啊，我哋可以睇到中國央行嘅黃金儲備量咧係達到咗2300噸以上。咁黃金佔外匯儲備嘅比例啊，亦都係高達10%啦。咁其實從全球市場範圍裏邊咧，中國央行喺黃金佔外匯儲備嘅比例上咧，依然存在好大嘅提升空間喎。點解咁講呢？我不妨咧就翻開咗一啲具體嘅歷史數據，睇一下全球市場或者全球主要經濟體佢哋嘅黃金儲備量到底有幾多呢？嗱，首先第一名係美國，目前美國嘅黃金儲備量咧係8133噸，咁黃金佔美國嘅外匯儲備比例啊係高達84%。第二名係德國。德國嘅黃金儲備量咧係3350.3噸，咁佔外匯儲備量達到84%。第三名就係意大利啦，意大利嘅黃金儲備量咧係2451.8噸，咁黃金佔外匯儲備嘅比例啊，亦都達到81%。緊隨其後嘅就係法國，法國嘅黃金儲備量咧係達到2437噸，佔外匯儲備量咧係82%。咁排喺第五名咧係俄羅斯，目前俄羅斯嘅黃金儲備量咧係2317噸左右，咁黃金佔外匯儲備量嘅47%。咁第六名就係中國啦。咁按照目前中國增持黃金嘅速度咧，咁估計喺今年下半年啊，將會超越俄羅斯，成為全球第5大擁有黃金儲備量嘅經濟體。咁對於中國嚟講呢，咁其實進一步增持黃金嘅空間依然有好大喎。點解咁講呢？正如啱啱我為大家細數一下黃金佔外匯儲備比例分析啦，包括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呢啲經濟體，佢哋嘅黃金佔外匯儲備嘅比例都喺80%以上。俄羅斯佢嘅佔比咧亦都喺47%，而我國目前嘅黃金佔外匯儲備比例咧係10%幾。咁換言之，其實我國喺黃金儲備嘅提升方面咧，依然有非常之廣闊嘅空間。咁接落嚟可以預見嘅就係我國可能會繼續增持黃金儲備，同時可能喺下半年咧係全面超越俄羅斯，成為全球第5大黃金儲備量嘅經濟體啦。咁我哋可以睇一下呢一次中國央行連續19個月增持黃金嘅舉動係唔係創造出歷史啊？我哋不妨可以從過去25年嘅時間裏邊咧，亦都睇出中國央行對黃金儲備嘅態度咧係發生咗顯著嘅變化。點解咁講啊？喺2015年之前咧，其實中國央行增持黃金嘅態度係比較謹慎嘅。嗱，好似我哋可以睇到幾個重要嘅時間點啦，包括2001年、2003年、2009年呢幾次咧，都係出現單次增持嘅狀況。咁其中咧，2003年到2008年，中國央行係連續5年時間係冇採取過任何增持嘅動作喎。2009年到2015年，中國央行同樣亦都採取咗暫停增持嘅動作，而且持續時間係長達6年咁耐咯。咁喺2015年之後咧，中國央行開始採取連續增持嘅動作。嗱，舉個例子啊，喺2015年7月到2016年11月，咁連續16到19個月啊，中國央行開啟咗公開連續增持黃金嘅策略。咁第二次咧係2018年12月到2019年嘅9月，咁持續增持時間咧亦都長達咗10個月咯。第三次亦都係市場比較關注嘅18連增嘅狀態，當時咧係從2022年11月到2024年嘅4月，
中國央行連續18個月時間增持黃金，咁亦都創出咗當時連續增持嘅紀錄啊！咁第四輪亦即係而家啦，從2024年11月到而家咧，咁已經係連續19個月增持黃金啦。咁由此可見咧，從2015年開始，其實中國央行已經係有4個階段連續增持黃金，從而促使中國央行嘅黃金儲備量嘅大幅提升。嗱，咁如果中國央行持續增持，對黃金價格究竟產生什麼樣嘅影響呢？其實我哋從上述幾個時間點嚟睇呢，我哋不妨可以關注到，其實中國央行嘅增持頻率或者增持時間，嗱，黃金處於牛市係呈現出正相關嘅關係。嗱，點解咁講呢？我哋可以睇下呢一次黃金牛市呢係開始於2015年底嘅。咁中國央行第一輪公開連續增持時間係幾時啊？係2015年7月到2016年11月。當時增持嘅位置，亦即係話當時黃金係處於低位嘅水平，亦即係牛市啟動之初嘅水平。咁所以講呢，當時中國央行係正好抄上咗黃金牛市嘅起點。嗱，第二輪黃金牛市係2018年12月到2019年9月，係中國央行繼續持續增持嘅時間點啦。當時黃金價格係正從牛市初期逐漸轉變為牛市上升嘅加速期。嗱，咁到咗2022年11月到2024年4月咧，當時嘅美元指數加速下跌啦，但係黃金價格卻呈現出快速上升嘅走勢。當時亦都係迎嚟咗中國央行第3輪嘅增持喎。嗱，咁所以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咧，中國央行呢一次嘅增持，或者係過去10年時間嘅增持黃金嘅策略咧，係基本上將呢一次嘅黃金牛市紅利全部食正。咁所以咧，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呢一次中國央行對黃金嘅重視程度達到咗前所未有高度啦。咁同時中國央行嘅增減持動作咧，其實亦都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央行對黃金嘅態度嘅變化，亦都係從某種程度上印證咗黃金牛市嘅持續性。咁接落嚟，中國央行會唔會繼續增持啊？或者係中國央行會喺咩情況之下會暫停增持呢？咁呢個咧將會影響到未來黃金牛市嘅走向。嗱，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影響央行增減持黃金咧，主要離唔開幾個因素嘅。第一個因素就係美元指數波動啦，第二個因素就係地緣局勢變化啦，第三因素市場投資情緒變化啦，第四個因素就係全球去美元化嘅進程啦，第五個因素就係黃金作為全球戰略備儲嘅資產，咁未來黃金嘅國際戰略備儲嘅地位會唔會進一步提升，將會影響到央行增持黃金嘅持續性啦。雖然目前國際金價已經係處於4000幾美元嘅大關啦，但係我哋睇到而家支撐黃金走牛嘅幾個底層邏輯咧，其實並沒有發生實質性嘅改變。但係從歷史數據嚟睇啊，其實黃金價格嘅走向咧，與美元指數係呈現出明顯負相關嘅關係。嗱，好似呢一輪嘅黃金牛市裏邊啦，2023年係黃金價格出現加速上漲嘅一個重要嘅轉折點，因為2023年呢，美元指數開始出現加速下跌走勢，咁與之相比呢，黃金價格就喺2023年開始出現加速上行嘅走勢，咁兩者之間呢係呈現出明顯嘅負相關嘅關係。咁如果喺接落嚟時間裏邊呢，如果美元指數重新步入上升周期，咁亦將會從好大程度上咧影響住黃金價格嘅具體走向啦。當然從長遠嘅角度嚟講咧，全球去美元嘅步伐咧唔會輕易發生改變，同時黃金嘅國際地位依然會呈現出持續上升嘅趨勢。所以綜合嚟講，
從央行嘅角度考慮咧，繼續增持黃金應該係大概率嘅事情，而且目前中國央行喺黃金儲備上或者係黃金佔外匯儲備嘅實際比例上咧，依然有非常之大嘅提升空間。所以由此可見咧，中國央行即使喺未來黃金價格出現大幅波動嘅背景之下咧，其實央行長期增持黃金嘅趨勢咧唔會輕易發生改變嘅。咁當然對於居民嚟講啊，接落嚟應唔應該繼續增持黃金呢？咁我係保持住一定謹慎態度喎。點解咁講呢？因為普通居民唔同於中國央行國家層面嘅考慮，因為從居民角度嚟講呢，投資黃金主要考慮嘅係資產保值增值，但係央行增持黃金呢係考慮對國際大局面或者係戰略部署嘅因素，兩者係不同嘅維度啦。咁如果從居民家庭嘅角度嚟講呢，咁其實而家增持黃金嘅性價比呢係顯著下降嘅，特別係從技術面嚟講呢，而家黃金價格從今年高位下跌至今呢已經有超過20%嘅點啦。咁意味住咩呢？意味住目前黃金價格已經係步入咗技術性熊市。咁投資黃金呢，咁最重要呢就係要揾到趨勢，單邊上行趨勢係投資黃金最好時機。但係如果當黃金價格開始步入熊市，呢個時候再去投資黃金呢，佢嘅性價比將會顯著下降。同時對於普通投資者嚟講呢，仲要考慮一個因素，就係黃金係不具備生息嘅特徵，亦即係咩意思啊？亦即係話投資黃金期間唔會生成任何嘅股息收入、利息收入，咁即係意味住投資者只能夠利用差價進行賺錢。咁如果黃金喺未來5到10年時間出現高位震盪走勢，一直係維持喺4000到5000美元或者3000到5000美元呢個區間進行波動呢，咁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呢，好大可能係賺唔到錢嘅，而且呢，佢唔會產生出任何嘅股息紅利啊，或者係利息收入啊，咁樣嚟講，對投資者嚟講，將會承擔住巨大嘅時間成本，巨大嘅差價波動風險。所以對投資者嚟講呢，其實喺呢個階段去投資黃金性價比並不高。咁所以綜合所講呢，咁對於今年下半年嚟講啊，全球市場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嘅波動啦。同時隨住美聯儲可能存在加息嘅預期，加上全球地緣局勢啊個動盪局面仲未發生根本性嘅改變啦，咁其實下半年呢，現金為王嘅策略可能會更適合投資者。當然黃金可以作為家庭資產配置一部分，但係喺高位階段呢，你去大幅增持黃金其實可行性並不大。所以對於普通家庭嚟講呢，佢哋盡可能要從資產保值增值嘅角度去考慮投資黃金嘅性價比，而唔係從央行大嘅戰略層面去考慮黃金投資嘅可行性。所以呢一點亦都係需要引起普通家庭嘅重視嘅。咁對於呢一次黃金牛市，你認為持續性仲會延續幾耐時間呢？咁對於你嚟講，你目前家庭投資黃金嘅比例有幾多啊？咁歡迎大家關注我節目，同時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裏邊暢所欲言。我哋下期節目再見。